大家覺得財務自由發達係兩樣相同定係唔同嘅事物嚟㗎？我假設個情況，你有1億嘅資產又係叫發達，你有1億嘅資產又係叫做財務自由。你喺你累積呢個1億嘅資產嘅過程之中，除咗你嘅財富係增長緊之外，仲有其他嘢都同步增長緊，包括2樣嘢：第一，你嘅慾望；第二，你嘅責任。以前我哋上一代啲人話發達要做啲咩啊？住洋樓、養番狗、包翻2個女朋友，係咪？同樣地，你嘅責任你都會增加。可能你創咗個企業，你有好多員工跟緊你揾食，你唔可以隨時間話走就走，話唔做就唔做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你一啲都唔自由。OK， 不過你可能可以有好高嘅物質生活都得㗎喎。財務自由即係唔使做啦，即係話你嘅時間已經唔係放喺一啲具有生產力嘅事情上面，其實你會有好大嘅焦慮感，你就係唔敢擴張你嘅慾望。冇話邊一樣啱，邊一樣嘢錯，只係你睇你自己想要啲乜嘢嘅啫。如果你本身就係一個好追求物慾嘅人，你好想有物質享受，你好想有優質生活嘅話，咁冇問題，咁你咪去追求發達咯，你不斷咁揾咯，OK，不斷揾，不斷咁使咯，追求財務自由，你就要抑壓你嘅消費慾望。關注我做 Top Sales。